每一次咧一有新股嘅 IPO 啦，都會聽到好多人問啦，呢隻新股抽唔抽好咧？嗱，不過咧真係唔係隻新股啦都一定有錢賺噶喎。嗱，有人抽新股啦可以賺夠買到部 iPhone 啦，亦都有人抽新股啦搞到一路坐艇。究竟點樣先至可以理性決定而唔係盲目跟風咧？今日就教大家一套新股嘅評估系統，以後抽唔抽咧都可以自己話事啊！嗱，第一步就係要感受下個市場情緒啦，要評估一隻新股到底值唔值得抽嘅第一步啦，並唔係即刻睇下間公司，而係睇下個市場情緒。嗱，首先咧就要睇下個超購嘅倍數啦。嗱，如果一早咧已經係超購幾百倍，嗱，成個 Facebook 啊，連所有啲財經嘅 KOL 都洗版式咁喺度推介嘅話咧，就要小心啦。因為呢一種亢奮嘅情緒啦，可能已經反映晒喺個定價上面，所以上市咧隨時就變咗係即刻出貨嘅時候啊。嗱，相反啦，如果市況係比較淡靜嘅，隻新股係冇咩人講，但係間公司嘅基本面係唔錯嘅話咧，就反而有機會啦，有一個較高嘅中籤率可以執到平貨啊！所以黃金嘅法則咧就係牛市就炒氣氛啦，熊市咧就要着重價值啦。市旺嘅時候可以跟勢去短炒，但係市淡咧就要着重翻公司嘅內在價值啦。第二步就係要分析下公司嘅本質，我哋可以睇下3個關鍵因素啊。第一就係睇下佢嘅業務有冇護城河啦，亦即係到底間公司有冇一啲難以取代嘅優勢，例如啦會唔會擁有稀缺嘅牌照啦，一啲獨家嘅技術，定係佢屬唔屬於行業嘅龍頭咧？嗱，如果佢只係行業裡面有一間啲生物科技公司或者餐飲股嘅話咧，咁就要打返個問號啦。第二就係要睇下個基石投資者名單啦，會唔會有啲國際知名嘅長線基金願意用真金白銀去鎖倉半年啦？嗱，如果有嘅話咧，都會絕對係一個信心指標。嗱，如果基石投資者嘅名單全部都只係啲親朋好友嘅話咧，就要審慎啦。第三就係最緊要，亦都係最多人疏忽嘅咧，就要睇下個集資用途啊。嗱，喺招股書入面咧，一定會揾到啦，未來計劃及籌募資金用途呢一節嘅噃。嗱，睇下間公司咧究竟籌募資金去做啲乜嘢㗎？嗱，到底咧係用喺擴張啦、研發啊，定係主要用嚟還債？如果大部分啦都只係用嚟還債，而業務增長咧亦都係唔明朗嘅話咧，咁就要扣分啦。第三就係睇下個定價啦，亦即係睇下佢有冇賣貴到啊。嗱，呢個都係最核心嘅一步啦。嗱，首先咧就可以同同行去到做一個對比，嗱，揾翻嗰間公司喺 A 股啦，又或者咧喺港股裡面嘅啲同業啊，嗱，可以比較下佢哋嘅市盈率，即係個 PE 或者個市淨率 PB 呢啲基本嘅指標。例如啦，一隻新嘅能源車股上市啦，你都可以啦攞佢嚟同啦蔚來、小鵬同埋理想啦呢3間啦代表性嘅電動車品牌嚟到做對比，睇下佢嘅定價咧係貴定係平啊。第四，我哋就可以講下中籤率攻略啦，點樣可以提高勝算啊？嗱，知道值得抽啦，但係點樣抽先可以更加聰明咧？面對住一啲全城都搶嘅新股啦，反而咧就建議用現金去到認購喎，因為咧如果你用孖展嘅形式去到抽嘅話咧，利息成本啦可能已經蠶食咗你大部分嘅利潤啦，中咗啦可能咧都係得個吉。嗱，面對住啲冷門但係質素好嘅新股咧，就可以反向操作啦，趁冇人爭啦就用大額認購，不過佢咧分貨分得多，中籤率反而可能會有意想不到嘅驚喜添啊！第5步就係風險管理啦，投資最重要咧唔係賺幾多，而係點樣唔好蝕大錢啊！嗱，第一咧就要考慮你嘅機會成本啦，嗱，你呢一筆資金啦都會凍結幾日㗎嘛，到底呢幾日裡面啊會唔會錯過咗其他嘅投資機會咧？第二就係要設定一個逃生計劃啦，上市前咧就要決定好到底係短炒定係長揸。如果係短炒嘅話咧，一開始咧就應該要設定一個限價盤走人，同埋咧就記得要嚴格遵守紀律啦，千祈咧就唔好俾情緒所影響啊。三就係小心一啲孖展陷阱啊。嗱，如果一旦新股認購反應未如理想嘅話咧，最終獲分配嘅股數啦可能會比預期多㗎，到時咧就可能要即時補倉㗎啦。好啦，嚟個小總結啦。如果咧你真係好趕時間嘅話咧，都記得要問自己以下呢3個問題。第一就係佢嘅定價會唔會比同行貴咗30%或者以上咧？如果係嘅話咧，建議大家多數放棄啦。第二咧就係到底隻新股咧會唔會超購不足5倍，但係又有強勁嘅基石投資者咧？如果有嘅話咧，就值得去深入研究一下啦。第三就可以問下自己咧，到底呢筆係咪一筆閒錢啦，同埋輸唔輸得起啦？如果前2題都 OK 嘅話咧，就可以設定一個止蝕位，小注參與啊。跟住呢個流程啦，你基本上都可以避開大部分嘅陷阱噶啦。希望呢5個步驟啦，可以幫到大家更加容易分析新股熱潮啦。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
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呢類型嘅影片，就記得撳 like 同埋 subscribe， 仲有撳埋隔離嘅鐘仔，咁下次有新片呢就會即刻通知你㗎喇。我哋下條片見咯噃，拜拜。